就算唔識賭馬，都識得分泥地賽同草地賽啦。但原來以前麻雀館都有分泥地同草地嘅喎。泥地台同埋草地台，泥地台就即係以前嘅廣東舊式嘅牌，因為佢個台面係一塊木板，個木板即係即係深色嘅泥色嘅，所以叫做泥地台啦。咁新式嘅自動台咧，因為有塊絨紙喺上邊噶嘛，咁通常啲絨紙咧、絨布啊都係綠色嘅。咁所以人哋就咁樣分就係，呢個就係草地台啦。所以啲客入到嚟話，你想打泥地台定係草地台啊？咁會知道你係想打舊式嘅廣東牌啊，定係打新式嘅鋼鋼牌。計番數嘅廣東牌台嘅設計原來都有唔同。以前嘅麻雀館咧係開24小時嘅，需要好實淨咧嗰張台。以前咧都係用一啲花梨木比較耐用啲啦，而且係好厚嘅個板。你睇到個台面。我可以話俾你聽，一塊咁樣嘅木咧，最後一次入貨係成25年前，每一塊呢塊木咧都成3000蚊港紙嘅。咁而家其實好難揾到咁樣嘅木，同埋就算揾到都係真係天文數字咁貴㗎啦。始終係木啦，咁所以打牌嗰陣時都會有損耗嘅。咁所以嗰陣時我哋每6個月啊至9個月啊，或者係甚至揀新年之前一定翻新呢張台嘅台面。去刨翻順佢啦，刨翻滑佢啦。當然冇以前咁好氣氛㗎啦，因為以前咧入到麻雀館咧都係聽到噼里啪啦、噼里啪啦、噼里啪啦比較嘈雜嘅聲音嘅。咁而家就雖然都有，但係就冇以前咁嘈啦。如果想揭開舊式麻雀館嘅神秘面紗，今個禮拜6日就要去睇下麻雀館60年 pop up 展啦。